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27，旧历的7月初9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敢是替人命的军生笑咧，发生伫中华花坛乡花秀路的平交道。当时这个警铃已经来响起，哪早嘛放落来，有一个穿短裙的小姐，毋若无紧走，颠倒是徛伫个铁基路顶，看到火车要来，我甲跍落。听伫头前的一个驾驶看一个警示，太家二喇叭，依照常识驱离的原地，一直到火车要驶到位的一瞬间，伊才徛起来，甲火车来相闪身。这台自强号是旅客坐甲满。这个小姐若是恶作剧，毋若危险，嘛危害到乘客安全。铁路警察局已经调这个监视器，要查出身份，开单罚款。我不要太大声。铁路路口高啊放落来，警铃嘛弹啊。搁停。一个穿西装外套、黑色连身裙的小姐，行入铁基路口，徛伫铁基路面顶，面对火车过来的方向。轿车驾驶惊到一直二喇叭，佮叫这个车顶囡仔目睭刻唔通看。铁基路顶这个小姐唔管喇叭咧警告，唔走，佮鼓落来。自强号火车一个驶过来，险险啊，甲弄到，伊就咧徛起来，斜身离开铁基啊路，佮顺手将这个高啊甲压悬。这刚可能是我情人节遇到不愉快代志代替讲，当时自强号有载真侪人客，火车驾驶嘛有赶紧冻点，佮落车落来看，不过当时人已经离开现场啊。汽机车这个强行穿越平交道的话，罚则是9万元；那行人的话呢是2400元。代替讲，依照规定，警铃若弹高啊放落来，行人甲车辆拢袂使停留伫铁基路口。这个小姐若停留，佮居伫铁基路面顶，险险啊害伊本身无命，嘛有可能危害到火车顶人客安全。到底敢是恶作剧？代替已经报警，将会调监视器找人，请伊讲清楚。